V 社一改規則 ，CS2 Skin 市場直接暴跌咗20億美金，咁到底邊個會係贏家呢？25年10月23號 ，CS2 可以話迎嚟呢10年最大嘅 Skin 規則變化，5個紅色 Skin 可以換1個金色嘅 Skin， 導致成個 Skin 市場喺短短1日之間蒸發咗差唔多20億美金，比起1日香港嘅平均 GDP 都仲要多。咁到底點解嗰邊有規則會跌咁多呢？等我 Jason 慢慢解釋俾你聽啦。首先，金色嘅 skin 其實正常嚟講都係刀啊、手套之類嘅 skin， 出貨量本身就會比較低，而且出貨途徑就只有不斷嘅開箱，俗稱倒箱先至可以獲取。所以無論咩外觀系列嘅手套、刀，其實都至少3位數、4位數，部分更加係可以5位數添。但係作為依家比較高機率出現嘅紅色 skin， 竟然係可以用5個就換到1個金色，而且其他 skin 嘅背後邏輯就係所有嘅淺藍色10個就可以換1個藍色，10個藍色就可以換到1個深藍色，如此類推啦。最後當你換到紅色嘅時候，只需要5個就可以擁有金色啦。嚟到呢度好似都未解釋到點解啲 skin 會暴跌噃，但係聰明嘅你一定已經諗到，價值幾萬蚊嘅金 skin， 如果可以透過一啲數量龐大而且平嘅普通 skin 合到的話，普通 skin 就會成為大家爭相購買嘅對象。而數量上升嘅金 skin 就會喺呢個時候失去收藏價值，而且價值就只會越嚟越跌啦。情況就係啲似5張 GTX 1080 Ti 可以換到1張 RTX 5090一樣。如果真係咁，兩者嘅價錢只會隨住時間越嚟越接近。但係咁樣做有啲咩好處呢？對忠實 fans 嚟講，其實就好似信仰崩塌咁樣，一剎那好多人都可以輕易擁有，尊貴嘅地位不復存在。收藏價值嘅暴跌都會令到唔少忠實嘅 fans 退坑。喺國內已經有啲媒體又講 CS 嘅飾品其實好多人係當生意嚟經營，變相毫無預兆嘅政策改變，令變賣 skin 嚟賺錢嘅人諗唔通走上不歸路。相反，新玩家就可以更加容易獲取到以前稀有嘅 skin。至於喺 V 社方面呢，每喺 Steam 交易一個 skin 或者飾品，其實佢哋都會有15% 嘅手續費收入。成個遊戲原來由頭到尾輸嘅從來都只有玩家，遊戲只係一種娛樂。但係忠實 fans 嘅投入成為咗 V 社收穫嘅最終果實。整體下降嘅 skin 價錢令到市場成交量大增，而且價錢低，長期嚟講係可以吸引更加多玩家投入呢個市場，令到交易量可以上升。但結果係咪真係咁樂觀呢？定係因為會失去咗一班忠實 fans 而令到個遊戲走下坡呢？忠實 fans 嘅輸錢，V 社喺生態上面贏咗，吸引咗一班新嘅玩家。規則一變，市場洗牌，贏嘅最後都只會係莊家。遊戲從來都只係娛樂。學麻成話齋，遠離賭博啦，大家。